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记载在创世纪第3章第11节到第13节。创世纪第3章第11节到第13节。创世纪第3章第11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的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我们平安经过了一个礼拜，在周末的晚上，我们还有福气来敬拜你，我们献上满心的感恩。我们也感谢在这个夜中间，我们有灵命操练，乃是要求主再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爱不够，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再是清洁了。所以祈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灵命的操练中间，我们知道在清洁的心上，我们有太多必须要去对抗的。我们要除掉我们对神的不信，我们要除掉我们自己已经贪婪的这个情欲，原来是好的，已经变成贪婪的。我们也要除掉我们自己在对别人产生伤害中间所造成的这个问题，也加上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有关论断的问题。祈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犯罪中间常常有羞耻，我们有惧怕的时候，主你要为我们，你要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再恢复到起初神你所创造的清洁的心。求主你让我们在这个夜中间所有的这个灵命操练真正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再恢复到起初神你所创造的爱。祈求神你赏赐我们每个人的谦卑敬虔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眼，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我们清洁的心思今天也是第4讲，也就是最后一讲了。我们是灵命操练，操练的意思就必须要怎样反复不断的讲，你们就不断的听，然后你们就会记得了。所以我们呢，为什么要做清洁的心思呢？因为我们要实践怎样神的爱。因为神告诉我们，大诫命中间只有一个爱字，就是爱神跟爱人。但是爱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很容易都可以讲说我们要爱，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都没有办法有彻底的爱，或是神要我们的这个爱呢？原来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告诉我们，这个经节已经讲第4次了哈，所以大家应该记得，会不会背？先不秀出来，大家会不会背？但命令的总归是什么？就是爱。这爱是从哪边生出来的？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不错，很好。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来。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经过4个礼拜的灵命操练，这3个应该会记得的吧？清洁的心，还有呢，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那我们经过实际上3年才把它学完哈。今年是学清洁的心，明年呢讲无愧的良心，再讲无畏的信心。最后我们就讲说，因为爱是从这3个出来，所以最后1年我们就讲这样：我已经有纯全的爱心了。这是我们在灵命操练中间必须要提醒大家的。那清洁的心思里面呢，我们有4个要对抗的。第一个是对抗不信，对抗情欲，对抗羞惧、羞愧、不安产生，还有惧怕。今天我们要讲对抗论断，这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不信是代表你跟上帝的关系，因为你已经开始不信任了，不相信了，你跟上帝就已经断绝了关系了。你跟自己的关系，神赏赐我们的情欲都是好的。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生中间没有情欲，你根本就没有喜怒哀乐这种东西，你觉得这是一个生活，绝对不是一个人生。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情欲都是好的，七情六欲是好的，只是我们误用了它。但是呢，所以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关系要修正回来，回到起初神所创造清洁的心，就是 pure heart。当你有一个 pure heart 在的时候呢，你的情欲就是用到正常的地方去，你所享受的人生就是一个美好的人生在。那修己呢，是上礼拜所讲到，
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常常会不安，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甚至就产生了害怕。就像亚当夏娃一样，他们在园中吃了不该吃的那个果子之后，听到神到这个园子来，他马上就躲起来了，因为他说他害怕。为什么害怕？他说他看见他是赤身裸体的，因为他做错事情，所以他断绝了人跟人的关系，也断绝了跟神的关系。今天我们讲的是要讲论断，论断是说我因为犯罪之后对别人的影响是如何。我们看人的心思判断呢，原来都是正面美好的，口舌话语也是美好的，又有权柄跟能力。为什么呢？你看亚当起初在这个伊甸园中间的时候呢，上帝将所有的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请他去命名。我们看这个经节记在创世纪2章第19节后半段说的：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我们现在所知道这些名字，其实都是亚当当初就已经设定好了。亚当用上帝给他的权柄，命了哪些动物的名字，那个名就是成为他的名字。所以上帝起初我们在没有犯罪之前的时候，人的口舌话语是带有权柄跟能力的。我们看到第二个呢，亚当他看见夏娃的时候，他的心思判断，他讲他这个夏娃是怎样，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我们所看到的是亚当一开始没有犯罪之前，他讲的话语呢，很显然是非常有智慧的，而且口舌他的话语呢是有权柄而能力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是怎样？他开始有指责了。等一下我们还会一句一句的来看哈。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当人犯罪堕落的时候，人就失落了他心思判断的智慧了，也失去了他口舌话语的权柄跟能力。在心思活动中最具杀伤力的乃是论断。所以论断是什么意思？论断就是你自己下了一个断定，一定是这个样子，而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并不一定是这样。那通常我们都是讲论断是属于不好的部分，表示说他做了决定，他做了结论呢，是跟事实不合而产生的。所以论断呢，用口舌讲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无形的杀手，它就像是我们心思的舌头一样。你心里在想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但是透过你的口舌出来讲话呢，人家就知道了。这就是这样，论断就成为你心思的这种舌头。我们看雅各书第3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来。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有人想要害一个人的话，他不用动刀，也不用动剑，他只要去传一些这样很恶毒的话，而且是这样让人家不堪忍受的话，那个人就受不了了。我们也常常在个新闻上看到，有人为他的名誉受损的，他就这样以死来让他的名声能够保持。其实死掉有什么好保持的？对不对？这人这想法都有点奇怪啊。他说：“我去死掉，就把我的名声保住了。”他就已经死掉，保名声有什么用？没有用，对不对？其实他应该回到神的面前来，因为神是一个深渊在神。神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没有办法，人的恶计呢，长久来讲，他没有办法维持下去的。你只有依靠神就可以。所以真实告诉我们说，那个舌头真的是这样，它可以害死人，而且是无形的这种刀杀手一样哦。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我现在邀请大家一起来念一次，来。谁告诉你赤身裸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当然用绿色牵起来这几个字呢，都是等一下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呢，论断呢，其实是一种你心思的控告。
也就是从你心里面的想法呢，你没有讲出来，人家都不知道。但你要讲出来之后呢，其实你在控诉一件事情，因为你为了要保护你自己，就做出似乎很正当的理由，结果是不正当的。我们看看他们的对话。亚当夏娃吃了恶果后呢，听到上帝的声音，就躲藏在树木中间。上帝跟他之间的对话是这样：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亚当回答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所赐给我的，责任在谁啊？在上帝，不是我啦。因为你要赐给我一个女人啊，那他给我，我才吃，我又没有自己去拿啊。这话语你有没有去注意到？他是把他推卸责任的这种说法。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他心思正常的时候，他看到那女人说了什么话？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分得开吗？分不开呀，结合在一起。现在说是哦，你是给我那个跟我同居的女人，哇，好像这样划分界限，责任不在我，是在别人身上。上帝就转向夏娃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夏娃说什么？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他竟然会知道引诱，他为什么会去吃呢？也是推卸责任，好像上帝啊，你为什么要造这个蛇呢？你没有这个蛇，我就没问题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里面讲了几句话。第一个，给我我就吃，引诱我我就吃了。你觉得这样的答案你满意吗？这样答案好像一个非常幼稚的人所讲的话，一点也不像那个有权柄、有能力的为所有活物来命名的人他所讲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刚才我们讲说，神祝福的时候，他的口舌话语讲出来是有权柄能力的，但现在看到亚当跟夏娃的心思判断已经被扭曲的，他的口舌话语的能力呢，就变成是负面的。他们只会开始用论断的方式。接着我们看他们就受到神的处罚，这样的论断呢，使他们关系扭曲以后阻隔，神就告诉他：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女人要生产的时候，她会很多的痛苦；男人呢，必须流很多的汗之后才能够饱足自己，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犯罪之后产生。但两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呢？就用这一句话就该告诉我们怎样：女人变成要依赖男人，然后男人要管辖女人，代表说男人跟女人的里面的关系已经不平等了。女人必须依靠男人，男人可以去管辖女人。这是一个上帝起初创造人不是要这样子的，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呢？因为他们之间犯了罪。犯了罪之后，开始有论断，就产生了这种情形了。论断呢，继续还发生在他们的后代，亚当的后代呢，有该隐跟亚伯。这个故事呢，你们可以回去看，在创世纪前面的地方，他讲到这个该隐跟亚伯两个人都献祭，但是上帝喜欢亚伯献的祭。该隐他是农夫，所以他献农作物。那个亚伯呢，他是畜牧的，所以他献上这个动物的肉，然后烧了之后献给神。所以记载说，神喜欢亚伯跟他的供物，不是因为喜欢供物。有些人误解说啊，上帝喜欢吃荤的啦，因为他是献这个动物啊。那这个该隐呢献这个农作物，所以上帝不喜欢。然后回去好好注意看圣经，上帝喜欢亚伯的人跟他的祭物。所以很显然，这中间有很多细节我们没有看到，是记载的亚伯他的人所作所为是神所喜欢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合理推论怎样？该隐心中一定这样论断：亚伯这个人比他自己比该隐差，他的供物也没有我的好啊。但是，所以当上帝看中亚伯的跟他的供物的时候，该隐就大大的发怒，他自己心里面才决定说：我的比他好啊。他就下了一个论断呢，这个论断呢，他就杀了他的弟弟亚伯。这是圣经所记载第一件凶杀案。那我们呢，在和平使者呢，去年和平使者中我们操练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论断呢，常常是因为欲望没有实现，形成偶像的后果。而且论断呢，常常会延伸成为极度攻击跟杀害。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呢，在和平使者我们讲到，
所谓偶像呢，并不是真正磕的这个才叫做偶像。那也有人把它放大一点，大家都能明白，你追求金钱、追求地位也是你的偶像，因为它已经大于上帝了。但是另外一个，这怎么产生的呢？原来你开始有一个 desire， 你有一个欲望，欲望是好的。你要是没有欲望的话，你就没有动力啊。但是当这个欲望呢，贪婪变成一个扩大到一种程度，你觉得我没有得到它就不行，我一定要，这是我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这个东西就盘踞在你心里面。我要进到我一定要的时候，你就开始会有论断。为什么我得不到？一定是哪一个某某人，他从中作梗，他怎样破坏，怎样破坏，所以让我得不到。我论断已经做了答案，做了这个结果之后，第四个就产生的是什么？我就开始有这样有迫害，有动作出来。我也不让你得到，我也要让你一样享受像我一样这样的痛苦。这就是我们的偶像。很多人都有很多偶像在，不是只有单单一个而已。当你将一个欲望呢，你扩大到一定要的时候，就开始有论断，得不到有论断，然后开始有这种迫害，有这种动作出来的时候呢，其实这就是你的偶像。而这偶像常常会带来怎样？带来是它会产生嫉妒啊、攻击啊、杀害啊等等这些。我们看到是夏娃跟亚当的故事里面产生。我们再看另外圣经中有另外一个故事，但是呢，他们得到了医治。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有论断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医治？论断里面的因见呢，就是从约瑟的故事。约瑟跟他的哥哥记载在创世纪第37章第2节到35节。很多人都知道约瑟的故事，在创世纪中记载的蛮清楚的，一直到因为这是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一个记载。曾经发生的饥荒，然后因为有上帝差遣的约瑟来，所以呢，这个世界就重新得到一个重新的平衡等等这些故事呢，这边告诉我们呢，约瑟是雅各他年老的时候所生的儿子，是拉结的长子，而雅各最喜爱拉结，他有4个太太，这个是他最喜欢的，原来想要娶的，结果被他的岳父骗了，先娶到拉结的姐姐叫利亚，然后再娶到这个拉结。但是拉结呢不受祝福，竟然没有生小孩，而利亚呢一生就生了4个，先生了4个，那拉结就心里就很烦啊，怎么办呢？就将他的使女送给他的先生雅各。这是旧约时代，不要用现在的标准去想这些哈。旧约时代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利亚呢也将他的使女也送给雅各，所以雅各总共有4个太太。这4个太太生了几个小孩？生了12个，就是犹太人的12支派。只是里面约瑟他有2个小孩，一个叫做怎样？一个叫做便雅悯，一个叫做叫什么名字？也不是便雅悯，是他弟弟啊，对不起。约瑟他的弟弟叫便雅悯，是拉结所生的。那总共有12个呢，是利未族不算，而是约瑟有2个小孩，就当作12族。所以呢，这个故事中间告诉我们说，拉结他是长子，所以这个约瑟是拉结的长子，也是雅各最喜爱的太太的长子，但是很晚才生，是第11个小孩，他就很喜爱这一个小孩，然后就做了彩衣给他穿，然后还对他非常的好，所以他似乎将这个长子的名分呢转移到爱妻的长子身上。那约瑟呢也非常忠于他父亲，跟他们弟兄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讲这弟兄的不好的地方，去跟他的爸爸讲，所以就引起了怎样？引起这些哥哥们的论断。怎么论断呢？这个开始嫉妒约瑟啦，恨他啦，论断在常常就化身成为嫉妒、恨、不和睦，在心思中开始苦毒控告。他们想尽办法要怎样？要害这个约瑟。事情又继续记载的怎样？约瑟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所捆起来的这个稻草呢站着，而其他这些稻草呢，哥哥们所捆的稻草呢，全部都向他下拜。哇！他就去告诉哥哥说：“你知道吗？我做了一个梦，这样子这样讲。”你觉得哥哥听了会高兴吗？当然不高兴了。所以哥哥跟讲着论断说怎样？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这几个话通通是在圣经里面讲的，所以哥哥们呢越发论断嫉妒，然后非常的恨他。
这时候呢，约瑟的哥哥他们到示剑去放羊的时候呢，雅各就打发约瑟，你去探望你哥哥吧。当他去找，最后终于找到哥哥的时候，他们哥哥远远的看到约瑟的时候，这几个就开始讲话，彼此又论断了。你看那个做梦的来的，他们就说怎样？那我们怎样？我们就把他怎样？把他做掉，就是把他处理掉了哈。然后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会怎样，就商议要杀他。哇！你做一个梦，说你捆着稻草站着，我们每一个稻草都围着你下跪，拜着你，我把你杀掉，看你还可不可以？他们就准备要将他这约瑟他的弟弟把他杀掉，把他抓起来之后呢，本来是要杀掉，但是他的大哥讲话了，大哥叫流便，还有一个哥哥叫犹大，这两个人呢就劝阻他说不要杀掉我们的弟弟，我们干脆把他卖给别人好了，还可以有钱呢。所以他们卖给了以实玛利人，然后他就把他的彩衣脱掉，为了要让他爸爸知道，把彩衣脱掉，然后涂了一些血，羊血呢，然后回去的，告诉他的爸爸说，约瑟可能是受害了，我们找到了怎样他的彩衣，害他这个哥哥呢，雅各呢，哇，哭啊哭啊，这最喜欢的一个儿子竟然死掉了，他就甚至不肯接受安慰，哭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论断结果常常就这样，连杀人都敢了，他出卖、欺骗、悲哉，甚至都杀害了。要是我们常常有这个对论断没有去处理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个问题。但是呢，事实上后来故事告诉我们，约瑟跟他的哥哥们呢，他们见了面了，而且并没有发生约瑟去报复他们，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们常常有论断，但是论断可以得到医治，你知道吗？用什么医治？用饶恕，用饶恕来医治这个论断。记载在创世纪39章、49章，也是一长的这种故事哈。你们可以回去看哦，因为这个是讲一个故事，所以很好读哈。我们看呢，约瑟呢后来被卖给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就越走之后就又卖到别的地方，又卖。到后来呢，他就被卖到埃及为奴，然后又被又诬陷了。怎么诬陷呢？他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做一个管家，因为上帝跟约瑟同在，所以这个管家就受到祝福了。他的主人家受到祝福，就非常的兴旺。那这个主人非常的放心，就将整个家叫约瑟去管理。虽然他是一个奴仆哦，但是他交给他管理。而约瑟长得是不错。所以这女主人竟然诱惑约瑟，约瑟当然不敢啊。他说：“主人好不容易，主人这么信任我，将整个家交给我管，我怎么可以做背叛我的主人的事情呢？”所以就逃离，不愿意受这个女主人的诱惑。这个女主人有一次就把她衣服拿到之后，就控告她的先生说：“约瑟要强暴我，你看衣服在我手上。”所以他就被抓去关了，受到诬告被关了。约瑟做正确的事情，竟然被关。要是我们人的话，我们一定觉得那一家衰啊！我就是跟他就是这样附和他就好了。但是约瑟还没有这么做，因为他还是做神所喜欢的，所以神继续跟他同在。同在的时候呢，最后有一个很转折的故事呢，这你们回去自己看。最后他做了埃及的宰相，埃及宰相之后，他管理了埃及。那时候有7年的丰收，紧接着有7年的饥荒，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在7年丰收之间呢，他就大量的将这些农作物这些收成的全部都把它储藏起来，下一个7年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好好的去消化掉。但是别的国家通通不知道，所以别的国家第2年开始就要向埃及买东西的。所以埃及趁那个机会呢，就将很多个版图呢全部都收回，最后连以色列人也不得已，一定要去向埃及买粮食，就造成了他们之间有见面的机会。所以饥荒的第2年呢，雅各就打发约瑟的哥哥呢去埃及买粮食。约瑟他认出，这不是我的哥哥吗？约瑟就用很多方法来刁难他，试验他们。我有一个弟弟。他是不是像欺负我一样欺负另外一个弟弟呢？就跟他们讲说，下次来的时候，
你应该有一个弟弟吧？你一定要带你弟弟来，没有的话，我就不把粮食卖给你。所以当第二次他们要再去买粮食的时候呢，不得已一定要带这个便雅悯去。约瑟呢故意设计将便雅悯留在那边，建议说他好像他偷了他的东西，所以你要留下来。没有想到这几个哥哥全部跳出来说：“不行不行不行，你关我吧，不要关便雅悯。”所以给约瑟有一点点安慰，说：“哦，现在他们对他们弟弟呢是好的，并不是不好。其实你要是看故事，看那个里面记载，是因为这些哥哥们向他的爸爸做保证，他一定会带这个便雅悯回来。为什么这么保证呢？因为雅各因为约瑟已经死了，他所知道已经死了，所以他非常疼爱便雅悯，也就是他最喜爱拉结的太太拉结的这个小孩啊。所以他们不得已一定要将便雅悯回去，甚至他们其他的人留下来都没有关系。这时候呢，他看到他们哥哥们他宁愿自己去坐牢，而不愿意将便雅悯留下的时候呢，约瑟就情不自禁放声大哭，跟他的哥哥们相认。他们哥哥开始害怕了，当初我是害你们的，我把你们本来要杀你，没有杀你，把你卖出去。哇，你现在大有权柄了，我们怎么办呢？约瑟在创世纪第45章第5节说：“这样，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你觉得约瑟讲这种话，他有没有饶恕他的哥哥们吗？他一定是饶恕他哥哥们，因为他大有权柄呢，他是埃及的宰相。这些人只不过是外地来买东西，他根本不要，可以不卖给他，他也可以下命令将他抓起来。这些人就是当初害我的人，这中间害我很苦被抓去被当奴仆，还被下在监狱里面，还差点死掉但是这样，我们看到约瑟他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是约瑟已经怎样用亲爱的话，这是圣经就这样写的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他完全的饶恕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怎样，论断是可以这样解决的。论断原来是用饶恕可以来解决的。约瑟饶恕了他的弟弟，然后饶恕他们的哥哥们。然后他哥哥原来很多的论断，看到是这样说，他们也知道我们做错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饶恕呢，上面还有一点，第4点，这边还有一点约瑟死了，雅各死了之后，因为雅各是爸爸还在所以他还没死之前，这个哥哥们就蛮安心的没有关系，至少有爸爸保护雅各死了，他们就很开始害怕约瑟这时候会报复了，就去跟约瑟讲，请求他饶恕。但是约瑟呢，在创世纪50章19节、21节再告诉他说怎样，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没有错，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是不是约瑟他已经得到完全的饶恕？他完全饶恕了这些。所以我们看到论断呢是很不好的事情。论断造成了他的哥哥们竟然将亲弟弟要杀死，没有杀死呢，就用卖掉的方式，在他们来讲就是已经死掉了。但是这个论断，他们再次见面了，怎么解决这个结呢？这个结要如何解决呢？唯一只有靠饶恕。所以这告诉我，饶恕是可以叫人论断得到医治跟释放。你的心思是否常常出现不满、嫉妒、恨意呢？你的话语中间是不是常常有批评、抱怨、讥讽、刻薄呢？你是不是常常在心里面许下很多负面的誓言呢？你跟人的关系常常有冲突、蒙骗、出卖、悲哀、仇杀吗？这些论断不但是苦毒的伤害别人，也伤害了你自己。论断苦毒会在你心里面筑起的一个营垒，将你跟你所论断的人绑在里面。但是耶稣要告诉你，他脱去你的囚衣，就像脱去约瑟的囚衣一样，然后他高举你，为你穿上宰相的荣袍，
就像他高举的约瑟一样。约瑟要是没有饶恕，他见到他的哥哥们，他没有饶恕他的时候，神不会继续祝福在他身上的。在新约里面，耶稣教导我们说：“这样，我如何饶恕你，你也要照样去饶恕人，否则天上的父就不会饶恕了你。”主祷文里面有一个是怎样赦免我们的法务那个。下面关的果湖，星期关的下面果关的华语怎么讲？哦，免债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你要先去赦免别人，神就要赦免你。你要是不饶恕人，神就没有办法饶恕你。所以只有饶恕呢，可以医治你的论断，因为论断很多都是产生在我们非常自私的想法里面而产生的。你所需要做的呢，就是饶恕。刚才讲这么多，你是不是常常有批评、有负面的想法？你是不是常常心里面想产生一些不满、嫉妒？你是不是常常觉得别人好像有负于你？你被人家出卖了，你被人家蒙骗了，这些苦毒是不是已经一直在你心里面在残害着你？这时候呢，你最需要做的就是饶恕。你所有的行为、所有的心思，我们想到都是别人对我，但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所做的，你有很好吗？我相信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心思里面都有很多负面的。我心里面常常怨恨了别人，常常咒诅了别人，常常用很多的苦毒在我心中。但是神竟然饶恕了我，他不把我当成是有罪的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饶恕我们，但是他要我们也是这样去饶恕别人。所以上帝他都已经赦免饶恕我们，他也呼召我们要去饶恕别人，要去饶恕自己跟饶恕别人。所以我们要重返一些成长过程。这时候我邀请你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会讲几个 case 给你，然后我希望你们我讲完的时候呢，你们就想想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这个情形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学习饶恕他。最后我会请大家一起来讲说：我饶恕你，我们完全饶恕你们的。因为上面会讲很多个 case 啊。第一个 case， 你眼睛闭起来慢慢想哈。小时候父母亲是不是在无意中伤害过你？你的兄弟姐妹是否也伤害过你？你有可能这时候你的脑海中出现了你那时候被伤害的情形，不管是你父母还是你兄弟姐妹，你要如何去面对这些呢？今天所学习的是要我们饶恕自己，饶恕别人，神也要饶恕我们。所以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盼望你我一起来讲说：我原谅你，我完全饶恕你了。来，我原谅你，我完全饶恕你的。盼望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case 是这样。第二个 case 也是眼睛闭起来想：你的同学、你的老师、你的同侪、朋友，无意中伤害过你了吗？你的同学、你的老师、你的同侪朋友，是不是无意中伤害过你？你是不是觉得也很心痛？你很难过？你觉得你真想报复？你无法饶恕他们，但是想想，我们也不是很好，但是主耶稣饶恕了我们。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向他说：我原谅你，我完全饶恕你了。来，我原谅你，我完全饶恕你了。第三个 case， 这个可能是跟已经结婚然后还有小孩的这些家长们讲：你的配偶、你的儿女
是不是伤了你的心？而这个伤害呢，甚至现在还让你隐隐作痛。他们不听你的话，他们背逆了你，他们甚至在你的伤口上撒盐。你最亲的人，他们竟然伤了你的心。你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非常的痛心。神赦免了你，你是否也要赦免了他？若有这个情形，我们一起来说：我原谅你，我完全饶恕你的。我原谅你，我完全饶恕你的。第4个 case， 你的职场的主管、你的同事、你的客户，他们伤害、欺骗你，用不好的手段，让你在主管面前没有办法得到信任，让你受了很多的伤害。你有说不出的苦，你不知道要向谁说。这种情形常常在发生，别人不知道，但神知道。神要告诉你，我饶恕了你，你也要饶恕了他们。不要让这不饶恕的灵在你心中，让这苦毒困扰着你。当你得到神的安慰的时候，你要告诉他说：我原谅你，我完全饶恕你了。来，我原谅你，我完全饶恕你了。最后一个 case， 你在教会中间的牧长、同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服侍中间，是不是有在无意中伤害过你呢？有时候人会误解了你，你很热心的帮助别人，但是他们常常误解了你，让你受到了伤害。在言语中间，有时候会让你非常的伤心。神要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就像是为主做的。你们心里会想说：我在教会中就是这么做，为何仍然会受到伤害呢？但神要告诉你，这些不好的，神怎样子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这样饶恕了别人。当我们得到这样的安慰之后，我们就要说：我原谅你，我完全饶恕你了。来，我原谅你。当我们在这思考中，我不知道这讲的这5个 case 中间，你有没有任何中间的一个 case？ 当你遇到有这样论断的时候，你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到底是如何去面对的它呢？我们可以不再怎样躲避伤害跟痛苦，不用再逃避伤害你的人。你现在就可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不论是什么论断，或是什么誓言，不论伤害有多少，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现在就要医治你，并且为你再造一个清洁的心。为何我们要造清洁的心这么样子的重要呢？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告诉我们的，这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拥有那个不会败坏的爱的话，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假定可以的话，每个人都说我要有一个这样永不改变的爱，但是不可能的。只有当神为你重造一个清洁的心，然后我们又恢复到我们的良心是无亏的时候，加上我们对神有无畏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操练，祈求神帮助我。当我自己努力有的部分，努力有除去有的不信，除去有的情义，除去有的羞惧，然后再加上除去有论断的时候，我就要能够宣告神能够帮助我。
所以在要得到再造清洁的心思中间，这4个步骤呢，其实都是一样。我们上过的这几个都一样。第一个，你一定要怎样清理自己的心思，也就是认罪。当我们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我们伤害人的罪，赦免我们不饶恕人的罪，然后宣告所有的论断、内在誓言呢，都要破除、被砍断。神一定帮助我们，因为你怀着谦卑的心到神面前，知道你的软弱，所以你没有帮，求神你来帮助我。然后帮助我怎么样？帮助我呢？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就是诗篇第51篇第4篇第10节，大卫当他犯罪的时候，先知拿单来告诉他，他就做这篇诗。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刚才我们最后唱一首歌，就是这首歌。清洁的心不是你我可以造的，只有神可以为我们造的。所以你必须谦卑到神的面前，认罪之后，才求神为你造一个清洁的心。然后怎么知道你有清洁的心呢？讲运用心思。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22节告诉我们：你如果是顺从真理的话，你就会爱弟兄，没有虚假，而且怎样从心里彼此相爱。所以你有没有清洁的心呢？就是看你的行为有没有彼此相爱。有的话呢，就是神已经造你清洁的心在帮助你。这时候最后我们就可以怎样宣告上帝已经医治我不饶恕的心，从今以后我的心是要健康清洁的。所有的心思话语，只有感恩，只有说造就人的好话，都是积极正面，再也没有论断。我邀请我们大家一起举起我们手来宣告，读这一篇，读这第4个来。上帝已经医治我不饶恕的心，从今以后我的心思是健康清洁的。所有心思话语，只有感恩，只有说造就人的好话，都是积极正面的，再也没有论断。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你只要我们能够认罪，在你面前的时候，在求你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你就要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不止这样，你还让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在，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到神你的面前，恢复我们起初的那个爱。我们要恢复我们的 pure heart， 我们还要有无愧的良心，还要无畏的信，我们心中就充满了神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爱。主，你要我们的大诫命乃是要爱神爱人，经由神你的帮助，我们才有办法能够拥有这个爱。祈求神你帮助所有谦卑到你面前的人，就将为他们造个清洁的心，让他们有真正的爱跟他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